逸轩，这谁呀？Dinner's ready. 首先，特别感谢你能为我准备的丰盛的晚餐，也特别高兴你能到我们家来做客。来 ，Cheers。 Cheers. 对不起。爸，到了，你回去吧。宿舍随时都可以住的吗？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行吗？行，我会的。来，来。好，这送给你的，替我好好照顾好它。那我走喽。老爸，再见。再见。逸轩，这谁呀？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干女儿爱宝，这是我的 partner 唐敏熙。我没打扰到你们吧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当然没有。哎，爸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跟同学去逛街，我把手机、钥匙、钱包都放在我同学那了，我们一时间走丢了，我找不到他们，我一时没地方去，只好来你这儿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住这儿的？因为你是我爸嘛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还没。来，吃我的。来，这是敏熙做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爸，你饿不饿啊？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姐，你好贤惠哦。爸，你能也给我倒一杯红酒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给你倒。谢谢。来，cheers。Cheers。姐，你跟我爸一起工作对吧？是啊，哇，那你一定很能干了。我代替我爸跟你喝一杯，希望你可以在事业上帮助我老爸。喂，你慢点啊，我喝醉的。这酒也是你挑的吗？真不错。别再喝了。你少喝点儿。